有一个推广台湾多元文化、正做音乐元素的原声乐团，伫元旦有一场真有台湾味的新年音乐会。因即摆除了参国内朱宗庆打击乐团合作以外，也特别邀请国外音乐家、指挥家共同演出，要互大家听到台湾音乐的多元。大人拢熟悉的歌谣《草莓啊人家讲》，由来自韩国的洋片音乐家崔那庆带领，参台湾的原声乐团合作演出。I've experienced more Taiwanese music than before, and Taiwanese music is very soulful and a lot of singing quality. 原声乐团今年第6年举办的台湾的声音新年音乐会，也甲朱宗庆打击乐团合作，佮邀请美国返来的指挥家陈美安来指挥，元旦会伫国家音乐厅演出。非常感动，在台湾我们自己的领土上做自己引以为傲的音乐，可以用一流的音乐家，让这样子的平台可以为台湾发声。原声乐团即摆的新年音乐会，阁有以台湾知名小说家琼瑶的这作品为主题来编曲演出，呈现出台湾音乐文化的多元丰富。台湾的音乐其实非常的多元哦，除了4大族群之外，其实我们有传统戏曲。对，我们有各式各样的，不管是流行音乐、电影音乐，哦，甚至是有当然是当代的我们台湾作曲家的创作。好像去年哦，我们的一个重点呢，就是当然是在外国音乐家写台湾的音乐。在之前，我们也有全部台湾100年的电影。原声乐团希望把台湾音乐古典化，提升音乐的赞助，也爱把有台湾味的古典音乐绍介予无同国家的听众，用音乐来甲世界交流。记者郭明条随台北报道。